大家好，今晡日我哋可以講嘅故事係送信嚟嘅阿弟姑，送信嚟嘅阿弟姑。大家睇到廿10年，就係係送信嚟嘅阿弟姑來咧。咖啡阿姨可以點麵包店。哎呦啊，24歲哦，阿弟姑，要麵包，搶得。24歲。阿三伯公，你咋水條嘅用具，伊食嘅陣咧，只會去兩星天不停。阿三伯公，他是女神會經過你的兩天天，接下來你快走來去皮老山。弟姑，安子生。我是哈希。阿三伯公帶你去到兩星天，都會家族表後一年後會記下吧。自從阿弟姑來到亞米以後，他家堂中當嘅聲音，大家都會家家聽到我面前，你們數到快樂嘅新年。有一日，阿弟姑送信嚟嘅時節，就是跌到咧，跌到西貢亞田。阿弟姑，阿弟姑，有咩嚟嘛？阿弟姑。你做什麼？阿弟姑，我在送信嚟咧，幫你個卡要要啲嘢攞嚟送下。好。然後變到動點錢，而且大家都冇知道阿弟姑嘅心咧，也越來越唔快樂咯。阿三伯公，一定落去看阿弟姑好咧。好啊，你可以看好冇？哦。叮當，有冇阿弟姑要財冇？阿弟姑要看好冇？有。可以嘛？在樓下有送信嚟啊，好冇？要邊有按我弟姑嚟就會信嚟啦。所以啦，這回姐姐基本會講這些都是。故說阿弟姑帶你安撫得很心的，聽聽你的基本參加。哦，咪啲咧，阿弟姑安子生。我是哈希。某個參加這份卡清楚，這份卡清楚，如果看你原先的，那從來冇碰到這些文字。我說讓你安撫參加，做一件重要的事情。結果去感冒看你老朋友，如果參加所有嘅事情，會到快樂。哦，阿弟姑也睇緊，我唱同埋啲先咧，麻煩咯。阿弟姑呀，仲基本嚟睇睇幾多賣，係要嗌高熟嘅同學，喺同下，個嗌講雙嘢就好冇？阿弟姑
久，安子生，了解阿弟久你的心呢？安子生。係啊，就俾故事講嘅咧。